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6日，约书亚记1章9节安尼讲：我兼无命令你吗？你着勇敢壮胆，无得惊，也无得论，因为你无论倒落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。三甲来祈祷，无论倒落去，要甲阮伫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早前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永远伫地的全能至高上帝。主啊！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，无其他的名通比。除你以外，也无适合别的名，阮通靠着得救。主啊，感谢你极大的恩典甲疼痛，互阮通借着基督的救赎恩典，阮通甲你和好。也通脱离罪恶甲黑暗的捆绑。主啊，虽然世上济危险艰难，总是你的手无离开阮。你发命令甲阮讲，着勇敢壮大，无得惊，也无得论，因为阮无论倒落去，阮的上帝，你要甲阮伫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